十一节的感动时刻，我们带您到台中东市来看看客庄香皂。业者呢，把卖相不佳的客庄水果拿来做成了水果皂，帮助了农民，也让他的手工皂独一无二。还有客家阿婆种植的药草，现在也都拿来入皂。今天也带您来看看别具特色的客庄香皂。这边是那个肥皂的酿造室，因为我们刚做好是强碱的，所以说我们要把它放置35天至45天，然后测它的 pH 值。每一块手工香皂都得经过45天的等待，才能够到消费者的手里。赖红心坚持用最好的材料，把商品做到最好。橘子、番茄、薄荷风水梨。然后还有葡萄柚，色彩缤纷的手工皂，还有水果口味。他跟东市客庄农民合作，把卖相不好的水果拿来入皂，不但独一无二，也能够增加农民的收益。像我们现在也有使用当季水果入皂啊，像我们的番茄呀、枇杷叶呀，都可以入肥皂这样子。制作过程也很坚持，棕榈油、椰子油混合之后，手工搅拌25分钟，让植物油皂化。我们用100%的植物油下去做的，然后可以从头洗到脚都没有问题。身为客家媳妇的赖红心，也把以前客家阿婆的草药拿来入皂。是阿婆种的那些青草类啊，艾草、魔草。然后还有白鹤灵芝、豆粉叶那一些的。为了强调这些药草真的是阿婆自己种的，没有加农药，他还带我们到药草产地走一遭。这啊，白鹤灵芝啊，自己种的药草才能够为品质把关，这也是赖红心的坚持。他从阿婆那里学到，不同药草有不同的功效。从摘药草、曝晒到磨成粉，这些都是自己做的。他希望来自客庄的香皂也能够传承客家阿婆的智慧。红色的温暖凝结在手做的方块里，那鲜红欲滴的滋味随着体温发散，直到客家阿婆的绿色奇迹在药草香里袅袅，成就了五彩缤纷的感动时刻。